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咱会当个聚集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子，咱着爱快乐欢喜，着爱快乐欢喜。诗篇100篇第40度，要用感谢入伊的门，要用感阿乐入伊的意，着感谢伊阿乐伊的名。这时咱着欢喜来唱歌，大声来感谢，大声来阿乐。
这时他碰到人生如此重大的打击，身心的伤痛是到了极点。但伊丽莎白对人生仍旧充满了希望，她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减少。因着完全的信靠，她把对小孩的思念化作笔下的作品，写成了童书跟诗歌。咱做伙来唱这首第一载关我话若听你。更加信
又受到父母良好的教育。钟牧师在小教会牧会，收入微薄，一家在克服万难中，过着主恩典够用的日子。家中7个孩子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，这在山地是难能可贵的。但这回来求这些话。人
进入你的愿。虽然我们的人生会有起伏，但我们知道，只要信靠你，你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。愿我们越来越爱你，懂得与主同行。谢谢主应许我们在百般试炼中仍然有大喜的，只要信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，每个人都能得到丰盛的恩典。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